月公布關於輕軌路線行經倫敦街同波爾圖街投訴嘅調查報告，大膽建議經過新口岸區嘅路線改返行走孫逸仙大馬路。廉署報告引起社會迴響，究竟廉署係基於乜嘢嘅調查結果作出呢個大膽建議？運建辦嘅輕軌路線出咗乜嘢問題？我哋會一連幾集嘅專稿為大家深入報導。今日我哋會首先由劉寶善講下廉署點樣判斷輕軌應該行邊條路線。廉署形容呢個輕軌投訴個案可能係近年嚟技術性最強、複雜性同難度最大、影響面最廣同最敏感嘅其中一個個案。主要由新口岸區居民組成嘅社區發展協會喺2011年5月向廉署投訴，要求介入調查澳門半島同氹仔興建輕軌問題嘅部分環節可能出現違法同違規情況，要求調查輕軌路線經過倫敦街同波爾圖街決定嘅合法性同合理性。廉署先後調取近1萬頁嘅文件分析，甚至派專業工程人員到倫敦街量度實際嘅尺寸。2005年政府提出嘅輕軌路線經過新口岸區係行走外圍，即係孫逸仙大馬路，一直到2009年當局決定改為行走內街，即係經過倫敦街同波爾圖街一帶。呢個轉變引起區內一啲居民強烈反對，批評當局冇向佢哋諮詢，突然更改路線亦冇向公眾交代，更憂慮輕軌貼近民居，影響防火安全。廉署調查發現，運建辦嘅諮詢工作不足同唔全面，亦未見詳細同妥當嘅結論報告，更冇令人信服嘅資料指出諮詢前後改變原先決定嘅原因、理據同向社會交代嘅詳盡科學資料。廉署更對運建辦嘅諮詢回覆文件有保留。廉署舉例，一啲諮詢回覆只係寫住非常好幾個字，甚至只係寫住代表選線嘅英文字母。廉署質疑呢啲嘅意見價值同參考作用。廉署亦批評主管部門喺諮詢階段採用難以令人信服嘅規則同程序，所委託嘅機構或被訪嘅對象欠缺代表性，又冇一個具說服力嘅準則諮詢，結果只會強差人意。廉署又認為澳門地方細，要做一次真正嘅居民諮詢並非難事，關鍵在於所用嘅方法同程序係咪恰當。廉署指出，雖然決策部門享有較大嘅裁量空間，但並非可以隨意而為，必須技術合格、安全過關、理據說明充分同清晰，並經得起反對聲音嘅挑戰。廉署報告亦分析到輕軌消防安全條例。下一輯我哋會繼續深入報導。